大家好啊！今日咧，我要同大家分享一個好重要嘅話題啦。買樓之前一定要問自己嘅5大問題。咁第一個問題，你買樓嘅真正目的係自住、投資定係為咗小朋友讀書呢？咁第二個問題，你嘅家庭支付能力有幾強呢？唔係講緊淨首期喎，你仲要記埋裝修、稅費、管理費等等嘅。咁第三個問題，你對於居住體驗有冇咩要求呢？城市嘅一個空間、小區嘅空間、套內嘅空間。每一個層次你都要考慮清楚咯喎。咁第四個，你嘅生活習慣係點樣嘅呢？你係中意熱鬧安靜，定係話冚學校冚公司呢？第五個問題嚟啦，你嘅未來規劃係點樣㗎？5年之後、10年之後，你嘅生活會變成點呢？買樓唔係話齋睇今日喎，點樣去解決呢5個問題呢？坐低落嚟，認認真真思考下每一個問題，同屋企人一齊討論，達成一個共識。記得關注我，語初置業頻道，每日一個買樓小貼士。